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这是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上座吼。来，咱若要请安，小等咱有一个时间互咱请安吼。来，请上座吼。咱一开始以前，咱要请侯长老传来练歌，练咧今圣诗敬拜要爱唱的歌吼，咱练较细。这是请上座吼，咱请侯长老传来练歌。各位会友平安。我想大家现在都还在一种很兴奋的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昨天我们的泽文兄，我们的慈错姐，他的老大郑伟昨天结婚，我们都参与了这样的一个盛会，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喜悦，因为神赐给他们两位郑伟、怡安一个非常平安、非常喜悦的一个盛典。那我们今天要开始，我们今天礼拜之前，因为我们今天等一下小等下要唱的歌吼是一条新的歌，所以伫开始进前吼，我希望大家先对我吼来听一下这条歌，好不好？没有过来是？我先唱一次给大家听，因为这条歌是新的歌，嘿。这条歌词是主啊，我要跟随你，我要跟对你吼。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要我走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心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引我的听句，将你的听分享出去。是毋是一条真水的歌？主啊，我要跟对你。我想在座的各位会友，咱这来礼拜，毋是干那坐咧这礼拜尔，咱的心甲这条歌讲的相共。咱毋是干那要坐咧这礼拜，咱要是跟对主，求主用咱作为器皿来传主的福音，听的福音。所以这时我要请大家旋律应该比较清楚了。请大家对我来唱一条歌，主啊，我要跟对你。你的话点我心，将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靠的时，予我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持一心无偏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
求你允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自己。这时，咱要开始今日的敬拜，请大家安静心来筹备敬拜。这是请咱密祷备办心来准备今日的主日礼拜。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俄罗入伊的院，就感谢伊，俄罗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这是请咱起立，咱来用新的改变来做信仰的告别，用新的改变来做咱信仰告别。来，咱大家来念：你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我要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着安尼三听。你若听，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阮感谢你，因为你为着阮受苦，去用钉十字架顶，互得到救赎。今仔是中秋主日，也是受咱的主日。
主愿意伫阮的心内底，互阮透过纪念你，为着阮来受苦，搁一遍来激励阮。愿主，互每一个人会排去家己的实力价，来传福音，来服侍主上帝，来听人。愿上帝你当三甲地德，互阮即时会使受即个苦分有份伫即顶面。虽然目前疫情虽然共款愈来愈严重，但是阮也感谢你，互你的保守下面，互阮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但是阮知，阮有真侪兄弟，因为疫情的关系，伫遐待在厝的来等待。愿上帝你也即时等三甲地德，安慰因的心。虽然因袂当到圣殿来敬拜主你，但是阮的心三连伫遮。主，阮也特别恳求你，阮有真侪兄弟，因为实在疫情，心内郁卒艰难，抵到身躯拄着恶担当。愿上帝即时也安慰因，帮助因。后人为着疫情，互伊会伫生活中、经济上有较大的压力。愿上帝你即时也恳求来讨帮，来解决因心内的痛苦。当真即时，阮将阮教会有人身体欠安的、病痛的，愿上帝你搁一遍来医治，来帮助因。阮真欢喜，今日搁一遍，你找起你阮所敬听的牧师，就牧师来到阮中间。伊要来讲出上帝你的信息，愿上帝帮助我每一个人，会通安静阮的心，拍开阮的耳孔，搁一遍听上帝你的话，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肝头，阮不但爱去听，会通去行。阮容易将今日的智慧，为头到尾，恭恭敬敬放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亲自来带领甲保守。阮伫你面头前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圣主名求，阿门。咱即时，咱们请青年团契来咱学路。伊今日要唱的歌是《谷中百合花》，谷中百合花。我被
真多谢圣歌队，咱带来真好的保罗上帝声。这时咱要听一段圣经赞，上帝话记载伫个《使徒行传》22章15节到16节，《使徒行传》22章15节到16节，咱大家来听上帝话。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为着伊去做干净伫众人16节。你圣事因前啊，起来，由伊的名来受洗礼，洗除你的罪。咱真欢喜，今日周牧师、周进达牧师，搁伫咱的中间，伊要来讲上帝事实。只是请咱每一个人按照阮的心，拍开耳孔来听上帝的话。这是咱请周牧师来咱正道。各位兄姐，大家平安。真欢喜有一摆机会徛踮讲台来甲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今仔日我所要分享的题目是台北市的频道的呼调。这个题目是咧甲咱讲在台北市扫罗，就是后来保罗，伊经历过一段特别特殊的一段经历。因为在台北市的时阵，咱敢若所有的人拢看见到迄个大光，独独敢若保罗，伊领受到即个光内面所见到的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大马色，互保罗亲身看见了后，保罗规世人后手拢改变，伊的所行所做的行为，拢因为即个大马色的即个经历，拢真做无共款。所以，咱就斗阵来看。大马色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首先，保罗呢，伊咧遮的时阵哦，伊看见着即个大光。当即个大光照着保罗的时阵，保罗伊家己讲，伊家己一世人，伊到底是安怎来经过？伊就生咧希腊活伫迄个大树吼，迄个大树但是伊细汉的时阵，就去互带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伊伫遐读书，伫遐受到真好的教育。但是呢，伊的心肝头就是伊看见到这基督徒，看见到这军队耶稣的即群人，伊感觉到即群人是反对上帝，所以伊来逼迫来即寡人，互即寡人感觉到讲你即个扫罗，为什么你要来迫害阮呢？所以保罗伊毋捌基督的时阵，伊就是真做一个热心的即法利赛人。伊摕着教会互伊的即文书即公文，伊来逼迫即基督徒。当伊甲即寡人，伊讲，我逼迫恁的时阵，伊咧即个22章内面，伊反倒转去互受着逼迫。所以咱看见着保罗咧遮，伊讲伊的错误是咧倒位？伊明捌着上帝，但是毋捌耶稣。所以伊毋捌耶稣，伊逼迫害着耶稣的时阵，伊即时阵甲众人讲，我过去，我就是甲恁共款，我就是一种毋捌着耶稣基督，就是对上帝来的弥赛亚。所以伊来逼迫耶稣，伊咧大马色来拄着耶稣的光，看见着耶稣的光了后，伊知影着伊过去所迫害的即款人内底。就是军队耶稣的人，所以保罗伊错误的热心，伊甲咱讲，世间人拢想要靠着家己的热心来成做成，但是想要靠家己的努力来得到拯救的，这是无毋茫的。所以保罗嘛是甲因共款斗阵，是过去甲因共款的一个。当保罗来迫害着基督徒的时阵，伊的心肝头是掠走伊家己为着福音伊来热心。但是当伊咧大马色拄着上帝了后，伊就知影着即阵逼迫的人，毋是因心肝头想要逼迫迄个耶稣，是伊毋捌耶稣，伊毋知影着耶稣基督的即个水，耶稣基督伊的救赎。所以保罗甲众人伊共款的所在，就是
有共款的迄种心肝，无共款的所在，就是伊对着大马色来改变。伊会改变了后，互保罗即世人拢真做无共款。所以咱看见着保罗，伊会当受苦，但伊就无要做无所谓的迄个牺牲。伊咧21章后面，咱看见着保罗，伊咧真水的一个真适当的一个时间内面，伊表达家己是罗马人，所以有咧罗马人的迄个身份，伊就无受到迄个鞭打，无受到即迫害。啊，受苦呢？伊若是受苦是为着啥？为着要做干净。所以即个做干净，就是保罗伊的一个心肝头，一心愿望的会当做的代志。伊行到倒，就是为着耶稣要做干净。所以保罗伊对众人来讲伊家己，伊讲伊第2摆受到呼召，头一摆就是咧大马色。咧大马色，伊介绍伊家己有3方面。头一个就是伊的出世，伊出世伫咧耶路撒冷。第2项就是早年伊对因老爸老母来受到教育，特别是伊的老母。伊的老母教示伊啥物叫做犹太人，啥物是遵守律法，所以伊老爸老母，特别是老母，会对伊的影响真大。但是呢，落尾伊生咧迄个耶路撒冷，伊就是去带到耶路撒冷，伫遐受教育，伫耶路撒冷长大。当伊有即个极好的即细汉到甲迄落大汉的即个过程了后，伊来到耶路撒冷来逼迫即寡基督徒的时阵，咱看见着伫22章内面第3节讲着讲，保罗伊今仔日的改变，就是因为过去毋捌着耶稣，过去迫害耶稣基督，过去来迫害即寡基督徒，伊知影伊过去的错误咧倒位，所以第4节到第5节就讲着讲伊的过去。当伊讲到伊的过去的时阵，第6节讲伊知影即马所信的是啥人，所以即马所信的即个基督，就是过去所迫害的即个神。所以咱看见着第6节到第9节，保罗接受着耶稣基督的道，伊即个道就是咱看见着希伯来书第6章第1节讲的，讲毋是出自家己的主意，或者是别人的可劝甲影响，乃是通过着耶稣直接佮超自然的即寡显现。所以保罗受到即寡影响，即个显现了后，伊的性命完全改变。所以改变以后的保罗，伊第2届受到呼召，伊知影着伊家己有一个无共款的身份，无共款的身躯。伊知影着基督就是甲教会共一体的，教会是基督的新妇，所以伊确信家己咧信仰的迄个过程中间，伊要一步一步来就近到耶稣基督。伊明白着上帝对伊的呼召是咧倒位，所以咱看见着保罗伊咧大马色见着耶稣的面了后，伊家己迄落痴迷3天。无看见了后，伊咧回想伊过去所犯的即寡错误。15节讲，即个启示的目的是要爱保罗做干净。保罗为虾米在大马色敢若伊独看见着耶稣，就是因为耶稣要爱保罗做干净咧处去以后，所以保罗知影着伊的使命在倒位，伊要50000人来对即寡人，包括着犹太人。甲外邦人，包括着即寡人来做干净，所以保罗即时阵伊受审判，毋是干那讲伊去迄落圣殿内面去污秽着圣殿，伊乃是甲圣殿内面的即个神，伊要交托保罗，你要对外邦人来传福音，所以即句话引起着即寡犹太人的反感，讲即保罗无应该活。即保罗应该爱互死，所以保罗伊受到反对，是因为伊要对外邦人来做干净。所以咱看见到第16节讲到阿那尼亚来见到保罗，为保罗祈祷了后，保罗
开始佫恢复伊迄落光明，会当看见着伊落万米了后，伊知影着即个看，甲过去的看无共款。即个看，就是伊定心看见着基督，伊看见着基督要吩咐伊所做的代志。所以，咱看着阿那利亚讲着讲，你为虾米还佫等延前呢？你即马就会当受洗礼，来求告伊的名。保罗伫即个时阵，伊若受洗礼，毋是受着水的洗礼那点，伊受着圣神伫伊的身躯内面所互伊的迄个圣神的洗礼。所以圣神的洗礼对保罗来讲，伊会当看见着过去所无看见的即寡万米、即寡代志。所以保罗伫遮互对着来看上愤慨的，就是伊甲迄个犹太人讲，伊是受掉要外邦人来传福音的人。所以犹太人看外邦人足袂起的。犹太人感觉着外邦人你无不配，无迄落得救的迄个资格。但是听见着一个犹太人要外邦人来传福音，伊感觉犹太人就感觉即个人该死，无应该搁活咧地面。所以即种心态，互做外邦人使徒的保罗感觉着讲，过去伊就是用即种心态来对待着基督徒。但是即时阵，伊面对着即寡反对的声音，伊袂感觉讲真过袂去，真难忧。伊知影着即寡人因为毋捌上帝，所以会当会对抗着上帝的福音，对抗着传福音的即个使徒。所以咱看见着即种情形下的保罗，伊伫即种真恶劣的即个环境内面，伊知影着伊家己的地位是啥，伊知影着伊所面对的即寡人是毋知影上帝、无明白上帝的人。所以咱看见着即种人伫倒位，伫保罗的身躯边，嘛伫咱即时阵咱的身躯边。咱即摆活伫台湾，咱感觉咱有自由，咱会当去到总统府头前，去总统府的头前的迄个楼梯顶面来骂蔡总统讲你安怎你安怎。但是咱今仔日教会嘛是就受到即寡外人的迄个迫害，伊会当随便入到教会内面讲教会你安怎你安怎。即种自由是一种，互咱人会当想要做啥就爱做啥。但是即种自由是毋是真正上帝所意爱咱人做的？我无偌久之前，昨我接到对日本来的一个迄个赖伊就甲我讲，恁着爱好好珍惜，在台湾会当有即种自由，咱会当自由来生活，自由来传福音。但是伊讲，迄个咧世界各国有足侪国家拢失去了自由，足侪国家失去了即种传福音的即个自由的时阵，反倒转阁受到迫害。所以我看见着安尼的时候，我就讲回即个我的朋友讲，是台湾即马有自由，但是咱来珍惜即种自由，袂通乱用即个自由。当保罗伊面对着即种迫害的时阵，伊无因为即种迫害，伊毋敢阁头前去行。伊知影着头前的路站是真困难、真歹行，所以伊需要行一步，伊就走找耶稣，走找圣神的带领，互伊知影要安怎阁行下一步。所以保罗咧即个过程中间，伊一步一步往头前行。伊知影到迄个初期的教会，伊的成长到底是安怎来？因安怎真正理解到耶稣基督？所以早前迄个信主的人，真侪是犹太人。犹太人信主了，毋是放杀着因过去的律法，是反倒转来咧因过去所了解的律法顶面，因阁明白着基督。基督就是咧律法内面所启示要来的迄个弥赛亚，所以即个基督就是真做一个活跳跳的人，人主。即个
来甲地面，甲因来三角生活来制接。所以即种即改变，就是即个后来的信徒应该每一个人拢爱有的改变。所以过去对犹太人的先改变，到甲即外邦人的改变，到甲今仔日你我的改变，咱拢伫即种改变内面，咱爱明白着基督到底是啥人。所以基督毋是后来新的一个神，基督是对早前创世纪、上帝创世迄阵啊，伊就已经甲上帝斗阵伫的，咧创世这过程中间，伊内面有迄个基督的迄个痕迹伫的，所以咱知影着即个过去隐藏咧内面的基督，即时阵是显明出来，知影着耶稣基督就是迄个上帝，就是对上帝遐来的即个弥赛亚。所以即个弥赛亚过去是隐藏的，但是即马是显明出来。所以咱爱明白着即个显明的基督，甲过去旧约到底什么关联？咱才会通了解着犹太人受着迄个竞选，有迄个上帝的旨意伫的。咱爱为着犹太人的信主来祈祷。我无时间来分享这段，但是我最近接触一个咱台湾的牧者，专门做犹太人的福音工课。安怎做？过去爱去到迄个以色列，才会当接触到这犹太人。但是即马，咱知影着每一年有2000名以上的少年的，对以色列来到台湾来观光。啊，台湾因要去倒位佚佗，因就咧网站上来找找倒位。阿里山是一个一定爱去的所在。啊，但是阿里山要去阿里山，因的交通安怎安排？伊有所在通好大无？就有一个牧者咧家己，伊家己甲家己的房迄个厝，布置着敢若犹太人的迄个厝共款，接待犹太人。啊！咧接待犹太人的中间，每一个犹太人去到伊的厝，伊用迄个犹太人的迄个菜，啊，甲迄个环境来招待因。啊，招待因了后，即个犹太人就有即个好奇，讲为虾米恁即台湾人要遮尔对阮犹太人遐尔友好，遐尔善良？伊就有迄个机会来对即寡犹太人来传福音。即2000名每一年。有2000名的少年的，因呢世界拍走，但是呢，因来到台湾，就有即寡专门接待犹太人的厝，来对因来免费提供即个大甲食，互因感觉着讲啊，咱台湾人是遮尔友善，遮尔会当对待犹太人，善良的即种民族啊，因就对伊所布置的迄寡内容。伊开始就对福音有兴趣，所以足侪离开了后的犹太人，转去到以色列，就写批甲因讲，我即马踏入教堂，我即马开始来听我所过去读的迄寡律法内面所写的弥赛亚，所以这就是真好的一种甲犹太人接触的一个方式。啊，咱无迄个机会，但是咱会当为因来祈祷。你若厝有较闊。你较会当招待人的时阵，你嘛会当甲即个迄落单位来联络，讲我嘛愿意提供即个大的所在、食的所在，我会当带因。你无住咧迄落家己，但是你住台北，你会当带因咧台北一日游嘛？哦，互因会当知影讲，咱是一种真善良的一个民族，咱愿意的接待即个犹太人，所以这就是一种保罗伊咧传福音的时阵，伊知影到犹太人是选民，但是即马犹太人毋知影伊家己是选民的时阵，即个竞选对犹太人留去着咱外邦人的身躯。咱知影咱今仔是得救的人，但是得救的人袂使袂记着忘本，袂使袂记着迄早前的恩典。所以咱就爱珍惜，爱珍惜即个迄个恩典伫的。所以当保罗伊开始
对着即个外邦人来传福音进前，伊拢是踏入去犹太人的会堂，来对犹太人传福音了后，才离开着犹太教堂，来入去外邦人的所在去传福音。所以犹太人是保罗去到倒拢会接触到的人。所以咱看见到，逐个世代，逐个拢咧传福音，但是真少人知影着福音要对倒位，找到迄个轨迹，迄个经济是一种好的经济。所以咱看见到人传福音了后，人拒绝了后，你就感觉讲啊，即群人无得救。你敢若保罗踏出犹太人的教堂的时阵，伊甲迄个身躯的迄个土粉，甲搬去了后，伊就对外邦人来传。但是为什么伊到一个新所在，拢一定爱踏入犹太人的教堂？是因为伊知影着救恩对犹太人出来，所以咱就知影着，咱的救恩嘛是因为选民是犹太人，因无愿意接受到即个救恩，所以即马留伫着咱外邦人的所在，咱反倒转来得救。所以即个得救，就是咱知影着福音的使者是对着保罗开始到甲你我，咱今仔日就是即个福音的使者，咱要为着耶稣做见证。咱若是有即种明白的时阵，耶稣今仔日对你对我，就袂输敢若大马色的迄个光共款，照着阮，互咱会当知影着耶稣，你今仔日的托付是咧倒位，你要爱我安怎呢做？所以咧初代的教会的成长，就是安尼一步一步来成长。初为犹太人的团体开始，因毋捌着耶稣，但是因受到教训了后，因叫迄个耶稣来顶头生，互因知影着因爱安怎活的即个生活，来得到即个新的即个活命。所以耶稣就是一个改变因的一个观念关键吼。啊，福音的使者是毋是犹原啊？搁继续伫咱世界，咧继续咧走踪。即摆时阵，就是你我是正做即个咧世界走踪的人，毋是干那过去的迄个宣教师，过去的即寡牧者那定，就是每一个人，咱就是一个要受到大马色即个光照的人。咱要来改变，互咱定头生了后，知影着为着福音的缘故，咱开始爱过一个无共款的生活。福音今仔日照着你甲我，会当继续伫世界各所在，会当传即个福音，就是传过去人知影，但是无明白的即位耶稣。所以教会界。咱是毋是会当继续安尼做？咱是毋是甲过去共款安尼骂来骂去，会互相来反对？咱袂使搁参与过去共款，咱爱互相来接纳，互相来相甲迄落支持，安尼才会当互即个福音慢慢对着教会内面去扩散到教会外口去。咱个人的性命、活命、性命嘛是共款。咱爱长大，爱接受迄个圣神的迄个浇灌，互咱的活命会当活出迄个真的迄个耶稣的活命。所以今仔日咧台湾，咱会当自由来传福音的环境之下，咱若是无即种明白，咱就敢若过去的犹太人共款，逼迫。迄个基督徒，迄个逼迫迄个耶稣，耶稣伊要照着大马色的光，伊要甲咱反转过来。所以上帝即时阵，就是咱伫心肝头，因为迄个光照明的即个耶稣，互咱明白着大马色的路上是安怎呢？会当改变保罗的性命，嘛改变你甲我的性命。所以，这个改变是对这个光来，对这个大马色照着保罗身躯的光，互保罗有一种迄个顶头生，有一种反转。
所以上帝爱保罗所听见甲看见的，会当对万人来做干净。当保罗知影到这是伊新的使命，伊对上帝直接领受耶稣对耶稣直接领受的使命的时阵，保罗伊就用伊过去所读过的即寡律法、即寡旧约的福音，来对着新的即寡人，包括着犹太人甲外邦人，所有即寡人来讲着伊所明白的上帝，因为伊明白耶稣，伊过去逼迫耶稣。即时阵，伊就拥护着耶稣，伊成做耶稣的学生，成做耶稣所册的门徒，去甲外邦去传即个福音的时阵，伊知影着咱人拢是抵抗的，拢是反对上帝。所以罗马书5章19节讲，因为一个人的反对，众人诚做罪；照样因为一个人的顺从。众人嘛诚做义。伊讲律法本来是外添的，但是这律法是叫人知影咱的罪愈来愈侪。你是咧罪顶面，罪若倒位较侪，咱恩典就咧迄个所在会搁较显明。所以咱是接受着恩典，咱知影着恩典白白临到咱的。但是你若无看恩典，诚做恩典。咱就咧罪内面咧活，咱罪过，互咱人无迄个得救的愿望。所以所有人反应拢毋是保罗伊所期待的即种反应。所有的人内面有一寡淡薄仔，一寡人知影着讲保罗所讲的，就是伊过去伊所反对的即个神的时阵，因清醒起来。清醒了后，因开始来接受着福音，但是另外一寡侪人来反对着福音，因为反对着即寡外邦人，伊毋是迄个伊无迄个资格，甲犹太人共款来接受。所以保罗伊为虾米被人反对，是因为伊甲人讲伊就是外邦人的迄个传福音互外邦人。这是伊的使命，所以22节到23节，讲众人听见着伊讲即句话，就讲即款人对世间来除掉，无资格来搁活伫的，所以众人嘻嘻哈哈来吵着，互官府掠保罗的时阵，其实毋是官府掠保罗，是众人掠着保罗。但是官府来拯救保罗，但拯救保罗的过程中间，保罗要受到鞭打。保罗伊家己显明家己讲，我是迄个罗马人，恁无经过审判，要安怎有迄个条件来鞭打？所以官府就知影讲保罗的身份了后，无阁继续来鞭打保罗，反倒转来保护着保罗。这是保罗的智慧，因为保罗知影着什么时阵伊要对什么人讲什么话，因为伊对着罗马，伊就讲希腊话；伊对着希伯来人，伊就讲着希伯来话。伊受到身躯逼迫的时阵，伊就显明伊家己是罗马人的迄个身份，所以伊是真有迄个智慧，真有迄种运用即种技巧的即个智慧伫个。所以，这种智慧，上帝选调保罗，是因为伊对对受苦有一种明白，知影着受苦对伊来讲是一个好的，受苦难对咱人拢是有即个益处的。所以，虽然传道的过程中间，保罗逐概就受到逼迫，逐概伊就愈行愈艰苦，愈行伊感觉迄个毋是自由的身躯，但是伊却会当去对耶路撒冷，去甲罗马，去甲罗马的即个政府内面，搁甲皇帝来对面，来对谈。所以即种安排是上帝安排，因为迄时阵的罗马就是敢若地级共款，是
所有咱人会当行到到的一个所在。所以保罗伊就是用即种身份，上帝安排伊，可以会当去到罗马来面对着凯撒，会当甲凯撒来讲福音。所以这机会是所有其他一般的基督徒所无的。但是为什么会当得伊落甲凯撒来面对面来讲道？乃是因为这是上帝安排。所以咧苦难中间，伊经历着上帝，伊一步一步行得上帝所安排的路站，伊知影着每一步路虽望有迄个冰船，有迄落去互蛇咬，有一寡这艰苦在咧头前，但是伊无掠做伊家己的艰苦，伊知影着这拢是上帝恩典，要是因为即寡艰苦，反倒转来显明上帝要荣耀伊家己。所以保罗这过程中间，咱读迄落使徒行传，咱就知影着所有后壁所记载，伊每到一个所在，伊虽然是一个迄落坐假的人囚犯，但是伊会当显明出来，是一个世间人所无法度甲伊共款比拼的一寡圣者。所以即寡圣者，互保罗去到倒，拢受到人尊重；去到倒，人拢知影着。即个上帝对保罗所讲出来，即个上帝就是犹太人所拜上帝。所以上帝对保罗有真正的即个大的启示，知影着保罗要善用即个律法，互人知影着伊就是上帝，就是保罗所过去读的即个律法所启示的上帝。另外，咱看见着保罗嘛是旧约内面所写来反对律法的即个使徒。保罗过去反对律法，今仔日毋是过去支持律法来反对基督徒，今仔日伊支持基督徒来解说着律法，因为伊知影律法伊落一笔一画拢袂当毁掉。所以咱知影着保罗因为伊的身躯的改变，伊整个性命拢改变。所有咱人对即寡改变内面，咱看见着毋是改变尔，是对头顶头生。群众的反应，毋是保罗所讲的期待。保罗真正所讲的期待，就是伊所经历到的，讲众人来虚华的时阵，要甲保罗伊落拍互死的时阵，保罗伊经历着上帝甲伊维护。互伊会当经历新者，互伊会当脱离着迄个死亡。所以对保罗来讲，伊是活伫上帝手中，伊是行一条上帝所启示安排好势的路站。我简单做一个我的见证。我过去30年，有10年的时间咧电视台食头路，有10年的时间咧教会界咧做牧者。当我20年过去了，我掠说讲我这世人就是咧教会内面来做牧者，结果毋是。上帝对我服侍20年了，我迄阵50岁，50岁了，上帝启示我，互我离开着教会界，离去到世界内面，继续咧世界内面做牧者。但是咧世界内面做牧者，甲教会内面做有啥无共款？因为世界内面我无法度，我看袂到我的羊咧倒位，我毋知影我要做的代志是啥。另外我无法度来受到教会的照顾，无迄个薪水，所以我毋知安怎过生活。但是上帝伊的应允是一点仔都无耽误，互我后手的10年伫世界内面，不但我一顿饭都无欠过。我的一角银就无欠过，互我会当丰丰富富经历着伫世界内面的服侍。佮加上我不但安尼，我佮摕着博士，佮伫继续伫世界内面教册，嘛是咧教会界诚做新学院的教授。所以即种安尼变化来到我60岁以后，我就清楚着过去我所毋知的即寡路站。安尼一世人行过，我回头去看的时阵，上帝，你真正是足水的。
你安排的路站真正足水的，互我行伫即个路站，我虽往过去行的时阵无清楚，但是即马我愈来愈清楚。我知影着60岁以后，我要爱继续伫即个你所启示我的即个世界内面，我要诚做你所用的使徒，去做传福音的工课，去做教示人的工课。所以我咧迄落新汉语教主，我嘛咧外口咧教主，我这教主的迄个时间内面，我着接触足侪无共款的人。所以这就是一种上帝的安排。那当咱知影着上帝安怎安排咱的性命了后，咱就有一种放胆、放心，会当行伫即个路站，虽往头前看袂清楚，但是我行的时阵，我骹步真知，我知影我所行的是上帝所喜爱的一条路。所以上帝伊若启示着咱有啥物光要照着咱的时阵，咱爱有正确的回应。咱应该看见着主要叫咱面对着头前所看袂清、所经历着的即寡苦难，但是咱袂使家己去找即寡苦难。咱知影着苦难就是要互咱成做咱益处的一个过程。咱知影讲患难生迄个吞忍，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致羞愧。所以即寡苦难毋是咱家己去找来，但是是上帝安排在咱的生命中间，互咱经历的过程中间，咱搁较着会当吞忍，搁较着会当生出一个欢喜的心。所以基督徒无应该因为经历着苦难去苦待其他的人，特别苦待教会的人。咱知影有一本册讲家庭会伤人，但是伊讲到家庭会伤人的时候，咱教会就是一个家，咱教会会伤人无？嘛是会。所以咱就知影，咱咧教会内面，咱袂使，咱无应该互相伤来伤去，咱应该疼痛。所以迄个疼痛是毋是会当，互你踮教会会当享受着，会当担着迄个甜？若是有，咱感觉着即个教会真正有家的迄个气氛 ，oikos 就是即个家。所以即个家，咱若是真做一个一间厝一个家，咱内面有疼痛，上帝就咧甲咱三家己的。所以即种情形，咱咧即个厝内，咱更加袂使去因为安尼去拖骂别人，去苦待别人，互别人无去对即个上帝、对即个神的厝，敢无失去着希望，失去着愿望啊！所以外邦人伊要安怎礼拜上帝家，就是看见着即个厝、即个家有迄个福禄，有迄个三疼痛，所以因就受到吸引入来即个厝，来甲咱三至接。咱若是安尼的时阵，咱就爱知影着别人的苦难的顶面有咱的责任，咱就爱伫即个别人的苦难内面，咱参与，咱来帮咱，咱为伊来祈祷，因嘛会当为着咱的苦难，因来付代价，互咱三甲会当受到支持，成做即个家的一个福禄，一个会当完成即个家迄个家 oikos。所以即种就是做一个社会的见证，会当互社会人看见着教会无共款，教会是有上帝甲咱即寡会友斗阵的所在。所以当咱知影到教会无共款的时阵，咱就回想着以赛亚讲的第6章第8节所讲的一句话，讲我又搁听见主的声音讲，我会当找牵些人。些人肯为咱来去咧，我讲我伫遮，请找我；我伫遮，请你找我。这就是咱应该回应上帝的话。所以咱三角来唱这首歌，这首歌来甲咱讲，我伫遮，请上帝你来找，因为你要用你的迄个光来照着阮的时阵，互阮因为看见着光。知影着你要翻转阮，
互阮搁定头生，互阮会当伫即个即落光照的时阵，阮甲保罗共款，回应你的呼召。咱三甲来唱即首歌。军队着耶稣。请。你的话点我心，当我茫茫的时，带我行过人生的路。你的听点我心，当我无外口的时，予我毋茫行落去。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回应你的呼召甲听从，坚信一生无骗你。主啊，我要跟对你，将我一生献予你，求你用我做你的器具，将你的听分享出去。咱请诗吟继续弹，咱有一寡时间，咱来思考这首歌伊的歌词，安怎伊要来使用你、使用我，成做伊的器具。咱就爱将家己，亲像以赛亚所讲的，献上伫主耶稣伊的面头前。咱一生要跟对伊，咱要知影着伊的疼痛伫咱的心是爱分享出去的。主啊，我向你你祈祷，主求你来翻转阮每一个基督徒，互阮内底的心肝头会当搁一摆搁活，会当有迄个热情。来回应你的话语，甲圣神来同工。圣神求你充满着阮每一个你所疼痛的囝儿，互阮知影着主你要爱阮出去传福音，毋是甲福音留伫教堂内面。主阮出去的时阵，阮软正，阮无迄个气力，求圣神充满着阮，互阮找找着另外的同伴。会当斗阵行，行出你福音的路站。阮献上阮的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是咱要来应答上帝的话，这是请咱备办心来准备奉献。这是起立来吟奉的诗。
请坐。这是要报告进前，咱先掀开咱的周报，咱来读今日的经句，咱来读两解。伫中央啊，大句的所在，咱来读两解来。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为着伊做干净伫正人。搁一解来，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为着伊做干净伫正人。使徒行传22章15节。我即时来报告。即只开始，我先答各位吼，真代表教会多谢周牧师啦吼。因为真来拍拍在多谢吼，因为蔡长老吼拜时才讲，因为伊被匡离吼，因为他有个同事确诊，所以伊就爱待迄个厝诶居家隔离吼。伊有检查，结果是阴性啦吼，但是伊就袂当出来吼。伊阁是足爱出来传福音的人吼，所以才伫咧厝诶。后礼拜阁伫咧厝诶吼，咱就为着因来祈祷啦吼。另外吼，咱也真欢喜吼，正为伫昨结婚吼，今日带新娘子来到个中间吼，要谢谢大家，咱支持车起啉吼，来拍拍啊吼。后边吼，伊安因为伫咱中间，咱特别来照顾啦吼，互伊会使融入咱的大家庭。咱就牧师讲吼，咱来一个大家庭来融入啦吼。后来后礼拜有担任侍奉的同工，请咱备办心吼。即只特别报告，因为咱拜三的迄个幸福小组已经是8礼拜已经煞，这煞了就要开始来做吼。所以即礼拜拜三暗时无迄个聚会。但是咱也要讨论要怎过来做吼。就我所讲就是讲，咱只要开始将咱的社区当作咱福音的场所吼，咱要去行来做吼。这点请咱来配合。奉献的报告，请大家来看。咱迄个旧年度的迄个奉献证明吼，已经开始咧发啦。若是无收到，请咱有会吼。向不名利小姐不名利姐妹来提证明。消息报告，这是请咱来看。这礼拜拜5、4月15是受难主任吼。咱教会伫7点半要举行祈祷会，请会友参加吼。迄暗若只你会使看金家金家祈祷来伫教会。你若是讲身躯无妥当无要紧吼。因为这礼拜开始，今日是漳州主任也是受难周。所以伫即礼拜，咱尽量是讲带去外口有车花，也是讲有宴乐，也是讲有佚佗啦，尽量备办心吼。所以后礼拜咱教话这是10点开始，联合礼拜请咱会记10点开始吼。请咱用喜乐感谢问的心来庆祝主耶稣基督教话。过来妇女团契要伫4月24煞迄个礼拜，咱要请蔡玉玲姐妹来分享。当代女性生来发展的专题毋是讲家妇女来参加，上节买来听，你了解讲，即摆咧做啥因为蔡玉玲伊有真侪新的知识要互咱新的迄个概念你欢迎咱会使来参加，了解讲当代女性伊要哪来做，使介绍咱的朋友来参与我想即点咱会使备办心来准备参加。咱的田中就已经了安尼有下个人，请咱即礼拜。还是拢会使教迄个不名利姐妹会使将迄个填充卷交出来。咱为了推动背景剧咱有定伫7月，咱要来，毋是讲考试啦来分享若讲有8人有准备小小东西小小正面礼物叶老师也准备小小礼物送给大家会给报告请大家来看。读经报告迄个进度，咱家己来看咱现在咱转去，也是讲小等咱的迄个末导带导事项，咱继续为着咱的迄个疫情来祈祷一天就伫增加100、200、300，像400外所以咱家出入，家己嘛要注意口罩要戴好勤洗手家己要保护好自己有阵时咱若毋知但是咱着爱家己爱小心但是我知伫上帝保守下面，互咱出入拢会当得到平安咱得着为着战争来祈祷，不管是
迄个两俄战争来啥吼，还是讲中共的迄个对咱威胁啥，咱来愿上帝保守咱即马真自由的时阵吼。啊，咱有真自由，咱就是爱感谢、爱感恩吼，所以咱来为着这来祈祷。啊，吼战争吼，咱看战争确实真可怜吼。啊，百姓受害，啊囡仔吼受着安尼重拍吼。啊，咱尽量爱为着上帝怜悯吼，好这战争看啥较早个结束袂吼。啊，互咱知影讲世界末日特别要到的时阵，咱家己爱备办心吼，备办心来准备。啊，咱这礼拜咱为着林灵珠吼、李世斌。因即家吼，张妹妹、李维硕、李世伟、李玉芬、李正成、欧雪珠吼、李建军、温慧玲、李奇云、李明修、李念莹，因的信用健康事业大道。咱为着咱家己吼，咱会使为着咱厝里的人，为着咱的健康，咱出入来祈祷吼。咱会使为着这来祈祷。即是请咱起立，咱来念上营388首。咧吟诗煞，咱要请节目师来作答吼。应更归心被上帝，应更心是赞美的，在地的在地。请额头来领受上帝所要予咱的礼物。愿主耶稣基督的疼痛、天父上帝的恩典，甲圣神交通引带，伫众兄弟姊妹的心中，予咱知影着即个大光，要照着每一位，引带着咱会当行入去上帝你所为咱定的即个美好路站。阮安尼恳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请坐，这是咱要祷。好，咱再加平安礼吼。平安礼了煞，咱有小组吼。咱今日要讨论的是上帝差派耶稣互定十字架吼。难道你敢无其他办法？伫题目伫遮吼。请咱小组吼，家己来看吼。后来咱招个人吼，手在迄个讲手里吼，来讲平安吼。